中市若做羽毛球的鹅仔毛起价，这个羽毛球嘛对咧起价，增加着基层这个球队训练的成本。伫咧台中，加在有企业的相挺，肩负着羽毛球，互学生的球队继续来训练，为台中来继续争取公营。 台中市有20间运动职业的学校得到企业管的羽球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在我们的训练上，就是每天的专训课2个小时跟3个小时它训练量还是非常的足够了比如说每天要练杀球300颗，或者是6脚移动这个都是消耗的羽毛的数量。羽毛起价影响到羽球的技术，差不多起2成以上。台中市羽球委员会成功替台中市的选手争取到1批羽球。每一年在年度末的时候，就会把这一整年收集到的新球或比赛过的旧球或所有人家捐赠的球，全部都把它统整起来，那么分送给所有推广羽球运动的各级学校。希望透过这个行动，减少教练和有选手的负担，让因累积更多实力，替台中争取公营。